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将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酒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手团，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感慨，心中青春永远存在。每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敬献自己主宰，每个音符星火在放，欢喜来唱歌，快乐无限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交托，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将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酒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手团，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感慨，心中青春永远存在。每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敬献自己主宰，每个音符星火在放，欢喜来唱歌，
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将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旧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蹉跎，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感慨，心中青春永远存在。每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尽显自己主宰，每个音符星火在放，欢喜来唱歌，快乐无限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蹉跎，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特别呈现，欢喜来唱歌。节目开始。嘿嘿，嘿嘿，大家下午好。双手借给我们。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却说成一段神话，然后像彼此一样的耍。我们怎么在乎他，却对他真不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绝望了吗？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是否要给建斌大哥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大哥跳舞。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
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它，把过去却说成一段神话，然后像迷思一样的傻。我没怎么在乎他，却被他牵过抹杀，越憎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却忘了吗？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叉叉叉。欢迎收看《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一起放哦！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欢喜来唱歌。哎呀，欢喜来唱歌！我的上个月请假没有在现场，所以呢，好久没有看到大家了，真的啊，想死你们了！你们有没有想死我啊？你是在丢高？那是多了螺丝不到好写。I miss you。哎呦，你的英文有进步哦！殊不知哦，大概2个月呢没有见到我们欢喜的观众朋友们了。你看我们浩浩的夸张的程度呢，又更上一层楼了。哎呀，小的真的是叹为观止啊！有吗？真的有吗？你们说有没有很夸张？有没有？我觉得还好吧。如果要说夸张，我怎么赢得了兵哥呢？跟我滚回去！好乖哦！不要扯到我 ，OK？ 哦，其实你也挺夸张的嘛。啊，怎么样？那个奖项哦，1年拿1座哎。是咯。上台的时候还要不要搏斗啊？是咯，还每一年夸张到都在感谢干妈。哎呀，感谢她背后的女人。我跟你讲，出来社会上混一定要有靠山。哦，我在 Mediacorp 就是有干妈。哦，我在华族文化中心有干爹。来，干爹们举手。来，干爹举手。没人敢，没有人敢。你们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的，真的要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哎，每一天呢，每一次呢，都支持我们欢喜来唱歌。好了，今天要夸张就夸张到底了。对，哎，那我们今天要夸张什么样的节目内容呢？今天的主题就是华彩版的哈，华人的华，彩色的彩。正逢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华彩这个活动在进行中，所以是从5月初一直到6月初。是的，说到我们华彩呢，是我们华族文化中心呢重点啊这个的节目之一，所以大家一定要呢多多的关注跟留意。那我收到的命令是，今天我们和中心的另外一个音乐节目做一个呢跨平台的合作。没错，中心每个月都有2个音乐类节目。一个就是欢喜来唱歌，好看；另外一个就是周5音乐站，好听又好看。所以今天我们的讲到这样2个节目，那我们要今天这个节目有什么特色哈？所以呢，我们就要跟呢主打年轻歌曲的周5音乐站做一个结合。哦，年轻就是我们2个了啊，对不对？还不用讲了吗？要添一点。哎呀，前要加一个字，哎，装年轻。装2个年龄也不小的啦。是喽，老师，你不要在那边装年轻啊，大哥在讲你。所以刚刚你听啊，我们唱的那个草蜢的歌曲，算是呢，我看80年代的这个排行榜的歌曲吧。呀，其实因为呢，这首歌也是大家呢通过 Happy Club 给我们投票出来的，是。所以今天呢，当然一定要唱一些新旧歌曲。那我们也请来了2位的歌手来给大家表演，所以他们呢将代表呢周5音乐站来到我们欢喜来唱歌来做 PK 啊。对，那同时我们今天的这一场呢，下午4点场呢是有这个是直播，现场直播啊，现场直播有通过哪里直播呢？通过我们的 Facebook、脸书，当然还有 WeChat。对，线上的朋友，你们下午好。
下午好。所以，我们现场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哈，帮我们到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帮我们分享出去，让你所有的好朋友呢，没有办法来到现场观赏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同欢共乐哦。谢谢，已经看到很多朋友拿手机出来了哦，你可以说这个我在现场观看节目，欢迎你们。那马上事不宜迟，就来欣赏歌曲吧。好，欢迎这位年轻的歌手林姿毅周带来的歌曲，五音乐站的代表，对，带来歌曲《爱的初体验》，欢迎恣意的表演。谢谢 ，Hello， 大家下午好，谢谢我们上一主持。如果是你要离开我，请10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的走，像上次一样等半年。如果是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我可以还给我妈妈。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你爱我哪一点，你也说不出口。你认识了帅哥，就把我丢一旁。天气热的夏天，心像寒冷冬夜，想要买就来就有就，钱懒懒不想出去走，想要来一包长寿烟，发现我未满18岁。如果说你要离开我，请10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的走，像上次一样等半年。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我可以还给我妈妈。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你爱我哪一点，你也说不出口。你认识了帅哥，就把我丢一旁。天气热的夏天，心像寒冷冬夜。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你爱我哪一点，你也说不出口。你认识了帅哥，就把我丢一旁。天气热的夏天，心像寒冷冬夜，想要买就来就有就，钱懒懒不想出去走，想要来一来长抽烟，发现我未满18岁，是不是我的18岁，注定要为爱情流泪？是不是我的18岁，注定要为爱掉眼泪？谢谢一首《爱的初体验》，谢谢大家。你好，姿毅林。大哥好，佩芬姐姐好，嗨子怡妹妹大家好。这个周五音乐站派你来哈，是你看我们台下的观众对都，是大部分比较年长一点是的，呀，嗯，所以前辈们，大哥大姐，对，年长人士呢要听一点方言。哦方言哦。来讲淡薄福建话哦。建话来我会使尽量讲福建话，但是我是讲了袂准，惊伊人听无啊。为准不要紧，你
你个哩落落凊彩讲。哦，就爱直直讲甲会准啊哈。呀，哦，我来甲你考一个哦。哦，靠一个哦。拄则唱这个什么爱情初体验嗯，呀，你将伊的歌词用福建的搁唱一摆，啊，哇，好不好？他的如果说你要离开我，嗯福建的那。若是讲你要离开我，请诚实点来告诉我。请老实点来告诉我。我讲，甲我讲。我你告诉我咧。我阿公咧，甲我讲，我讲，甲我讲啊，会使无？会使啦，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的走。哇，唔通偷偷摸摸的走。你偷偷摸摸，我叫安怎讲啊？偷偷摸摸福建啊。哦，偷偷摸摸，啊，偷偷甲摸摸啦。呀，头有摸就对了啊。像上次一样等半年。像迄阵是小香等半年。顶摆，顶摆小香等半年。像顶摆小香等半年。嗯。啊，第三句咧，若是讲你真正爱走。呀，我的相片，幸福幸到等你我，伫你的身躯嘛无用，我可以送互阮老母。我真歹听。哇，这个妈妈福建叫阮老母啊，上准了这句。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的周五音乐站来临的星期五，有什么亮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这个周五音乐站呢，在这个来临的星期五，会在我们的 SCCC 的这个1楼大厅，会有现场的这个节目，歌唱节目。然后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非常资深的艺人，我们的建明大哥，有我了。对，还有我们的如萍大姐林如萍大姐，还有我们的本地的一些新人，像是我们的巧儿，还有我们的黄思敏，会到现场为大家歌唱表演。看一下。敢啦，两个老的教两个少年的。像妈妈、爸爸带2个女儿这样子。看照片，我的比较真实一点。为什么呢？如萍那个应该是修了好几个月了。没有皱纹，一点 MRT 都没有。哎，他有在线上看节目哎。AI 的照片。哦，所以了解了这个意思了哈。所以我们周五音乐站派了2个歌手，其中的这是资毅，待会儿还有凯琳。那我们欢喜来唱歌这个优质节目，我们也派2位资深的艺人跨过我们的周五音乐站的节目，就互相交换了哈。对。所以今天这个拜五大家有空可以来看，是免费的哈。对，入场免费哦，大家。晚上8点，大概7点半到就可以。是的。阿公啊，周五音乐站爱唱少年家的歌呢，你有准备什么周杰伦的歌无？周杰伦out了咯。out了啊！那现在是谁什么歌曲？对，现在张凌赫啊，张凌赫的歌了。你要无？你管我会晓不晓？哦，你爱代表咱这个欢喜来唱歌吗？代表有啊，有代表啊，有代表，所以爱好好的唱。OK， 其实林之毅啊，他多才多艺，他也是一个主播来的哈。你们在 Facebook 可能有看到他在卖东西，或者是一些这个卖东西的平台，在 Shopee 上 S 平台是的 S 平台 ，T 平台也有。对啊，你看哪里有东西卖，它就有在出现在什么台。卖护肤品啊，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留意一下。谢谢。那接着下来还有一首歌曲的时间，资毅为我们带来什么歌？安排这首《忘了你忘了我》。福建老公。袂记你，袂记我。你也可以说忘吗？忘吗？忘了你，忘了我，没有这样的。忘感觉是忘好像忘这样的。忘了你，忘了我。袂记你，袂记我。那到底要安怎忘来忘去咧？听看麦，忘了你，忘了我，王杰的歌曲。谢谢我们2位主持。我不想
回首的时候，爱情终究是一场空。别说我俩的过去尽在不言中，别忘了我曾拥有你，你也曾爱过我。将你留给我不想接受的伤痛，爱情到头来还是梦。别说我俩的世界有太多不同，就说你已经忘了我，你就要离开我。谁能够告诉我，我是否付出太多，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谁曾经提醒我，我的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忘了我。将你留给我不想接受的伤痛，爱情到头来还是梦。别说我俩的世界有太多不同，就说你已经忘了我，你就要离开我。谁能够告诉我，我是否付出太多，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谁曾经提醒我，我的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忘了我。谁能够告诉我，我是否付出太多，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谁曾经提醒我，我的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忘了我。谢谢，谢谢林志毅，谢谢志毅的演唱，也谢谢大家掌声跟鼓励，谢谢拍拍手的朋友会横财就手，拍拍手的朋友得心应手，要什么通通都有，谢谢。好了，看到我穿这样溜溜秋秋的感觉，就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了哈，就是要为大家演唱歌曲的时间啦。那每一次我们的欢喜来唱歌，主持人呢、主持群都会呢依序唱歌给大家听。今天呢，依然是由我来打头阵，然后来唱几首歌曲给大家。首先，我的第一首歌要为大家带来这一首福建歌曲、闽南语歌曲。台湾囡仔唱台湾歌，大家听好无？好吼。有当时我讲台湾话，大家听有无哈？有吼，有的人讲，哎呦，好好啊。啊，你讲的台湾话吼，你讲的闽南语话哦，真深嘞，我听无咧。吼，啊，但是有的人就讲，好好，你的闽南语吼，你的台湾人讲的福建话吼，讲了真好听，真温柔安尼吼。啊，敢有影温柔吗？有影吼，好好好。通常若是讲话讲了较温柔的查甫囡仔，应该就是较缘投的迄种的哈。OK， 所以，我家己讲了就想要吐的。这叫做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哦，安尼才知影我家的西瓜有多好吃哈。好，说落来，我要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可能咱新加坡的朋友啊，较少听这首歌，但是呢，咱斗阵的熟悉吼。这首歌就代表呢所有的艺人的心声，所以歌名叫做《艺界人生》，送给大家，谢谢。给改人生，一界人生。谢谢您的掌声，谢谢您的鼓励，谢谢。拍炮的领导好野人，拍炮后摆领导会开银行，拍炮拢是有类人，拍炮的好命一世人。谢谢。节目继续，我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就华语金曲，也是我们的这个国民天后的歌。刚刚唱的《异界人生》这个福建版的，大家还喜欢吗？好听吗？这首歌 ？OK， 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哈，原唱人就是江蕙二姐的歌曲。好，那接下来
舞台上艺人除了五光十色，站到台上最想要的就是你们的拍拍手，你们的鼓励，所以非常重要的掌声响起。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些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交为你我的爱。会上的朋友跟我一起来好吗？还有我们有字幕哈，双手借给我一下哦。谢谢大家，谢谢，也谢谢我们楼上的朋友，有看到你们的手，谢谢，谢谢。一起来，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交为你我的爱。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歌声将为你我的爱。来，我们再次哦，你们唱，掌声响，好厉害！你的爱。后面的朋友再来一次，掌声。歌声将为你我的掌声响起，哇哦！谢谢哇，大家都很会唱哎，对呀我们的衣食父母们每一位啊，都是顶呱呱的哈。全部电话留给 Very 我 good，全部电话留给我，我帮你们报名黄金年华。
大哥说你们就是我们欢喜来唱歌的欢喜合唱团。耶，太好了！当然当然哈，大家来这里不只可以学唱歌，也可以这2个小时很快乐啊，对不对？是，而且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哈，几百个人哈，一起那个大合唱，那种能量，那种团结的力量，哇，好棒哦！就是感觉就是会不一样，跟我们自己在家中一个人唱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是我们这个欢喜来唱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带给大家快乐。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年轻歌手，是的，来自周五音乐站的，我们也把他请出来。让我们一起欢迎黄凯琳。 Hello， 3位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凯琳。Hello， 永远这么年轻啊，永远这么青春啊。是凯琳今天是代表周五音乐站哈，所以必须要青春的要洋溢的感觉。对。那说到呢，周五音乐站呢，就是呢每逢星期就是1个月1次的星期五，然后来临的22号就是呢这个星期五呢，我们就有这个节目啦。然后呢，请到的就是我们的2位国宝。哇，所以我们刚刚志毅有跟我们分享，所以会派出两位这样子。是的，2位那个年龄差距有一点大。那要麻烦你一下哈，如果我们欢喜来唱歌，2位国宝到了你们那边去，麻烦你们好好的照顾一下，因为这2位是硕果仅存的。是，而且我们行动不便啊。喂，干嘛要去吃晒太阳哦？其实我觉得呢，我们还是要多多的向前辈学习这样子。对，还有我们的如萍姐，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一期的特别来宾呢，2位呢非常有才华，大家也非常的熟悉的刚刚有跟大家报告了哈，所以那个是晚上的节目啦，是8点钟，就在星期五8点钟，那都是呢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给大家推出的音乐节目，所以大家也要爱屋及乌，多多的交流。那也希望我们 TGIF 的朋友也可以过来欢喜来唱歌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支持啦。是的，入场免费。Yes, please come, OK? Friday night。来到我们欢喜来唱歌，您有没有演唱一些属于我们欢喜来唱歌的观众朋友喜爱听的有共鸣的歌曲？那当然了，那就是呢要听大家一起跟我们唱，不只是我们在台上唱，我们的台下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唱。你讲一下歌名是什么歌吗？什么歌？接下来我要唱这首呢叫做《花心》。周华健的。大家熟悉吗？唱出陈建斌的心声，他有点花心。不要以为，不要乱讲啦。很明显啊，不用我讲啊，大家有目共睹。有吗？有吗 ？Hello， 小姐，你还要在这边生存呢？哦，是哦，干爹，你不要生我的气哦，干爹。对呀，我花什么心？我只不过10多个而已。当然，刚刚我们有考的这个资意，用他的这个歌词来讲福建话，对不对？是啊，是这一位也要来考一下吧。你这个花心，是不是？大哥，你觉得他应该用什么样方言来？广东可以吗？广东，我们来试试看吧，好不好？刚才是福建的是吗？这首歌叫做《花心》花心，不好意思，那我们这个稍微困难一点点。花心，你讲一段，然后呢，大哥，您要用您的客家然后配分双语天后，你要用个英文来说一下。我试试看哦，没有彩排呢。那浩浩呢？我就用我的闽南语啊。台语。好，这1人1句嘛。好，来。那我先来哈。这个我来起一个。花的心藏在蕊中。花的心藏在，又忘了。蕊中。红把花期都错过，对吗？不错，有那个感觉。客家，来客家。第2句哈，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哇，不简单哎，你唱得很顺哎。第三句阿摩了哈，来。Why long you holding my hand? Together we listen to the moon and the 日 sun and the moon sing a song.
阿嬷在你要等哦。把他拖腮连了，在等。哦，啊，这变大戏。 Why don't you hold my high hand together? Listen to the sun and the moon sing a song。很长啊，哦，你还讲啊，跟他泰国话呢？很长啊。我不卡到你了，好，福建闽南语。啊，嘿呦，白昼很难讲哎。很难讲哎。暗暝个白昼，暗暝个白秋晝，呢？暗暝个白晝，暗暝个白晝，人生悲欢有几何？是。哎，掌声鼓励一下哦。团结就是力量。对对对4个不同的这个语言啊，说出来感觉又挺妙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呐哈。但感觉还是那个原版的华语的应该比比较较好听。所以现在原汁原味由黄凯琳给你演唱。是送上这首《花心》。欢迎凯琳。大家一起唱哦。听就好哦，不要太花心哦，花钱可以哦。花的心常在蕊中，恐把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进日月长寿歌？黑夜有白昼，黑夜有白昼，人生为欢有几何 ？Come on， 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幻想你的心海。大声一点可以吗 ？Come on， 春去春。All right， 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幻想你的心海。花瓣泪飘若风骤，谁又被夜走弱？你的泪晶莹剔透，心中一定还有梦。为何不牵我的手，共看海天成一色？潮起又潮落，潮起又潮落，送走人间许多愁。准备好了吗？春去春，耶！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幻想你的心海。到你们唱了，You say， 春去春。花会在，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All right， 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幻想你的心海。好棒哦！谢谢大家的合作，我们的大合唱这非常的成功。其实这首《花心》呢，没有错的话，应该是90年代的歌，算一算至少也有20年了，对不对？没关系，我们都还是年轻，心情还不定。
All right， 那我们呢唱过了《花心》，今天刚好选的歌曲呢，2首歌曲都是2个字。刚刚我们唱了《花心》，接下来我们来唱一首广东歌，好不好？好不好？啊，这首歌曲的节奏呢会比较快，那个字的话呢也会都粘在一起，但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提字機，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唱。來送上這首李克勤嘅歌，叫做《紅日》，好唔好？一齊唱。好，多謝晒，謝謝。命運就算顛沛流離，命運就算曲折離奇，命運就算恐嚇着你做人沒趣味，別流淚，心酸但不應捨棄，我願能一生永遠陪伴你。命運就算顛沛流離，命運就算曲折離奇，命運就算恐嚇着你做人沒趣味，別流淚，心酸但不應捨棄，我願能一生永遠陪伴你。像是沒協助，在某年那幼小的我跌倒過幾多流淚在雨夜滂沱，一生之中彎彎曲曲我也要走過，從何時有你伴我給我熱烈地拍過，像紅日似火亂點真的我，結伴行千山也定能踏過，讓晚風輕輕吹過，伴送着情。再祝福你我，讓晚星輕輕閃過，閃出你每個希冀如落花，快要遷失我。命運就算顛沛流離，命運就算曲折離奇，命運就算恐嚇着你做人沒趣味，別流淚，心酸更不應捨棄，我願能一生永遠陪伴你。像是沒協助，在某年那幼小的我跌倒過幾多流淚在雨夜滂沱，一生之中彎彎曲曲我也要走過，從何時有你伴我給我熱烈地拍過，像紅日似火亂點真的我，結伴行千山也定能踏過，讓晚風輕輕吹過，伴送着情有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我，讓晚星輕輕閃過，閃出你每個希冀如落花，快要遷失我。Let's go！ 命運就算顛沛流離，命運就算曲折離奇，命運就算恐嚇着你做人沒趣味，別流淚，心酸但不應捨棄，我願能一生永遠陪伴你。借我你們的手。命運就算顛沛流離，命運就算曲折離奇，命運就算恐嚇着你做人沒趣味，別流淚，心酸但不應捨棄，我願能一生永遠陪伴你。你們會唱嗎？命運就算顛沛流離，命運就算曲折離奇，命運就算恐嚇着你做人沒趣味，別流淚，心酸更不應捨棄，我願能一生永遠陪伴你。命運就算顛沛流離，命運就算曲折離奇，命運就算恐嚇着你做人沒趣味，別流淚，心酸更不應捨棄，我願能一生永遠陪伴你。One more time！ 命運就算顛沛流離，命運就算曲折離奇，命運就算恐嚇着你做人沒趣味，別流淚，心酸更不應捨棄，我願能一生永遠陪伴你。
这摆惨了，惨，我小鱼都知影我就惨了，哎呀，这摆惨啊，哎呀，惨啊，这摆惨啊！你是笑啊，莫变鬼啊！我为我的房间出来听的，听你细细念的、嘈念安尼，什么惨啊，搁刚刚有讲了一句什么袂使，什么小鱼都听到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我收到一个讯息了，收到信息要骗你的钱哈，还是叫你把钱拿出来投资啊？不啦，不是啦，你这样吞吞吐吐有什么事情哦？爸，你要说出来，我才可以帮你解决啊！是不是他们是不是威胁你啊？还是叫你不要跟别人说，要保密的啊？哎呀，你家己看啦，我看，哇，全部拢查某囡仔的朋友啊，相片啊，哇，为少年的，哇，还有臭的，是啊，哎呦，我看一下清楚，欢喜来唱歌，演出取消，请点击链接。哎呦，购买下一个月的票。爸，你有点击吗？有啦。哦，但是我惨了。还是你惨什么代志啦？好彩，你没有点击下去啊，不然啊，后果不堪设想啊。没有点击是好事，你干嘛这么唉声叹气啊？哎呀，我跟你讲，这欢喜来唱歌取消，我就惨了。为什么惨呢？哎呀，我约起来 Mary 啦、Lucy 啦、露露啦。你也都没事啊，什么弄绿的啊，弄绿的啊？用绿的啦。怎呢？请伊来看，这摆来取消，银行也怪我嘞。哎呦，爸，我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放心呐，欢喜来唱歌这么样红的节目，对不对？不会取消的啦。而且你有没有收到官方的通知啊？什么人叫官方？官方就是欢喜来唱歌，也是政府的会给你通知的。哦，叫做官方。OK， 官方不是一个人啊。不是啦。没通知我了。没有就对了啊！如果呢，你要是得到这些可疑的讯息啊，你们都可以拨打全天候24小时的 Scan Shoe 援助热线1799-1799-1799啊1799啊1799。是大2岁。不是啦。来，走。援助热线。援助热线。今天我介绍我的爸爸给你认识哦。爸。喂。哎呀，妹妹回来了！喂，没来俩你啊！马达。哥哥，爸爸怎么你这样怕看到我？安怎你叫马达来？不是要掠我哈？我把你是做真侪歹代志啊！来，我介绍我的爸爸还有狗狗给你认识。还有我的邻居，你看，哇，他们很像都很认识你嘞。你好。我是女朋友多而已，无啥啦哦。不，本来伊是爱食草啊，尔啦，无安怎啦。这我的新的朋友啦。你拄好，伊是咧马达厝做马达的啦。拄好。哇，你即摆是变红啊？有钱的。有钱嘛？而且，妹妹，我越看他越眼熟呢。对咯，你问邻居，你们的 TikTok 有没有 ？Facebook 有没有？看到很多的这个影片有没有？就是我刚刚认识的朋友啦。不相信你们看一下那个影片，你看。查某囝，等呢？要小心咧。安怎咧？唔知是唔是假的马达咧？这个唔知是唔是假的？啥咧？别讲啦，马达袂使有假的啦。对不对？你是真的假？真的。真的啦。对啦。真的啦。你按照证明，你看伊的 video 爸，你手机拿出来，手机拿出来。你的 video 呢？这边一模一样的。Now you think I'm holding the cup, but 活的。Now you think I'm talking to you, but that's just a pre-recorded voice. Don't believe everything is online. 你女儿我厉害哦。哇，你们看呐，真的有那么厉害？是咯，所以你看这个警察不就是他咯，对不对？
对？哎，拍短片呢，真的很厉害，你真的很厉害呢。那个短片爆红呢，很多人很喜欢你呢，对不对？你跟我妹妹什么关系？朋友的关系啦。人呐，警民合作，有听过不？我们真的不要以为啊，我们在网络世界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啊，都是真的哈。对，分分钟啊，有可能是骗局啊。对喽。但是它呢是真正的，它不是骗局来的。我们必须呢时时刻刻保持警惕。你们知道吗？单单呢在2025年，本地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被诈骗的总额啊，也累啊，偌多累嘞，高达2.429亿呀！哇，很多钱呢。其实呢，有好几个方法可以让你来识别骗局。哎，既然他来了，哎，好好介绍一下。它就是呢，现在呢很多的影片当中，通过影片来做宣导。我们的谢芙蓉助理警监，噔噔噔噔噔噔。大家好，我是谢芙蓉助理警监啊。那我今天来就是特地跟大家讲解一下怎么样对抗诈骗。来，时间交给哈。好，谢谢。我先跟大家做个报告啊。其实，在2025年，我们已经有超过37000条的诈骗案，那总损失的金额呢，已经超过9亿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金额。那今天最主要就是跟大家谈一下关于年长者呢，尤其是65岁以上。最普遍受骗的是哪一种诈骗？第一，有这个投资诈骗、钓鱼诈骗，还有冒充政府人员的这个诈骗，我们会详细的讲解了。钓鱼不诈骗啊，卖乱出去钓鱼啊，知影无？哦，不是啦，那是 internet 的钓鱼啦，无相像啊。好，那我就谈一下这个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啦。那他们这个骗子呢，头就会冒称是这个。银行人员他就会拨打给受害者，就告诉他们，我们银行啊，发现你的户口里面好像有一些可疑的活动，事情可能很严重啊，需要一个政府官员来跟你讲解一下。那电话就会转到第二个骗子，那第二个骗子呢，他们就是所谓的政府人员，可能是假警察或者假金融局的官员啊，他们可能会出示这个假的证件，当然这些都是假的，可能有时还会做得很逼真啊。他就直接指控这个受害者，用恐吓的方式跟他们说：好，我现在就慎重怀疑你啊，就是洗黑钱，所以你要跟警察配合。怎么样配合调查呢？就是把全部的钱啊，从你的户口转出来到一个安全户口。那大家知道了，钱转出来是不可能再回去的，就是这样子受骗。那最近呢，这些诈骗的这些骗子呢，还更上一层楼，比较猖狂了。他甚至会叫这些受害者自己把钱领出来，家里有什么金银财宝啦、贵重物品，全部凑合在一起，之后跟他们在公共场合呢交易。所以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我们警方或政府人员是绝对不会叫大家这样做的。好，在这里呢，再跟大家千叮万嘱多一次啊，警方或者政府人员是绝对不会叫你通话的时候呢转钱或者汇款，也不会叫你出来把现金贵重物品交给我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好，如果遇到不清楚的状况，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诈骗的话，可以拨打这个1799询问，是一个24小时的热线。这个也是很重要。其实从2024年7月份起呢，政府机构所发出的这个简讯啊，全部都会从 gov.sg 发出来。如果任何人发现有人声称是政府机构发简讯给你，而不是 gov.sg 的话，那就要很小心，那可能就是诈骗咯。好，接下来我谈一下这个投资骗局啊，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是听过。所以这个投资骗局呢，骗子通常都会用3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他会跟这个受害者在网上社交媒体做朋友，做朋友之后有了这个信任度之后啊，他们就会说，我看你的人不错啊，那就有一条门路投资啊，算你一份，那是第一种。那第二种手法呢，就是受害者自己在网上巡查投资的机会。
那他们就很不幸的遇到一些骗子的广告或骗子的网站，自己点击进去。那第三种呢，我相信在座各位啊，可能也会有这种的体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这种体验，就是无缘无故的被拉进一些 WhatsApp 或者 Telegram 的群组啊，他们就会开始告诉你说在里面吹嘘了，就是说赚了多少钱啊，这个本钱2-3个礼拜就翻了几倍。那我们当然知道没有这种好事了啊，就是这样子被骗了。好，那这投资的骗局呢，有几种迹象。第一种就是几乎没有风险，但是回报很高。第二呢，就是他会用时间来压迫你，就是说，不要错失良机啊！现在情况紧急，你再不入股的话，就没有你的份了。那是第二。那第三呢？这些所谓的投资公司啊，他们的名字，如果你们去查一下的话，都不会在这个金融管理局的注册名单里面。所以我要呼吁大家，如果要投资的话，没问题，但是自己先要做好功课，小心谨慎。接下来我们谈这个钓鱼的骗局啊，所以也是差不多一样。所以这些骗子呢，他们会冒仿银行或者政府机构，发简讯或者发电邮给这个受害者，告诉他们，你有一些付款啊要马上处理，或者要更新一些私人的资料。那如果这个受害者不注意的话，点击进去，把自己的银行户口密码之类输入进去的话，就会被这些骗子全部偷走了。那这个钓鱼骗局有几种迹象呢？第一，就是莫名而来的这个电邮或者是简讯。那第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个网址啊是不正规的，可能乍看一下没什么，但是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根本都不是一个正规的网址。那第三，他会问你 OTP， 就是一次性密码。第四，他会叫你下载一些莫名其妙的应用程序，所以大家要注意这几点。好，那说了这么多不同的诈骗种类啊，大家要怎么样保护自己呢？那我呼吁大家可以下载这个 ScamShield。这个 ScamShield App 呢是一个应用程序，其实有很多功能啦。但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最有用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让你确认你遇到的号码和网站到底是不是诈骗。那我可以再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任何情况不清楚的话，可以拨打1799询问24小时的这个热线了。好，那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呢一个1799的成功案例啊。事情是发生在2025年4月份，一名女子呢就拨打1799，要求帮忙。她怀疑她的母亲可能是遇到骗子。那事实上，她的母亲真的是遇到骗子了。这个骗子就伪装成这个金融局的人员，就要求了3万块新币。那不幸的呢，是在这个女子拨打1799之前，她的母亲自己已经上交了1万5。那女儿发现到，事情好像有一点蹊跷不对啊，就拨打1799来询问。询问了之后，确定真的是诈骗，这样子才帮她的母亲省下了其余的1万5。好，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 ScamShield 是多功能啊，除了可以验查如果这个号码还有这个网站到底是不是诈骗，它也可以帮你过滤这些诈骗的号码，还有它可以让你举报黑名单这些号码和网站。好，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扫这个码加入我们的 ScamShield Alert WhatsApp 的这个社交频道啊，可以加入这个频道之后，就可以得到最新的消息，关于诈骗和反诈骗。好，我跟大家谈一下这个钱锁的功能啊。钱锁其实是一个银行的服务，总的来说呢，就是比如你的户口有10万块，那你可以选择把部分的钱锁起来，比如说5万块，那你可以跟你的银行申请把这个钱锁起来之后呢。的意思就是说，骗子包括你们自己在内，就不可以用数码的方式把钱转出户头。但是如果你要动用到这笔钱呢，你自己需要亲自下去银行把这个解锁，你们才可以动用到这笔钱，所以是挺安全的。
那好，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这个是一个免费的电信公司的服务啊，你们可以跟这个星条 M1 或 StarHub 申请都可以，就是它有这个功能，可以让你屏蔽掉呢这些国际的电话或者简讯，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探索一下。好，那说了这么多呢，如果真的很不幸被诈骗的话，应该怎么办？那第一就是联络你的银行，减少损失；第二就是报警，让警方调查。那第三呢，马上要通知亲朋好友哦，因为有些人被诈骗之后，他的系统已经被入侵，我们不想你的亲朋好友被这些诈骗的集团的人呢，用你的身份来去骗他们，所以大家要切记。好，那我把时间还给主持人。好，谢谢我们的助理警监。哇，我们的警官哦，说了这么多防止诈骗的，然后我们的影片也在让大家看，大家有在看吗？有，听得很仔细。我觉得你们都在看他哎。也在看他，当然不看白不看。这样子要确保你们有没有认真听、认真看。我们要来发问问题，好吗？哦，在发问问题之前，我们来做个总结，好不好？防止受骗还有3个步骤，第一就是 ADD 啊，你可以在你的通用应用程序，比如说 WhatsApp、Telegram 等等呢，设置你的隐私权限，这样就可以避免被乱加入到陌生的群组。第二，你可以启动安全功能，比如说设定网络银行交易的限额，开启双重验证 2FA 等等，可以使用 Money Lock 功能，刚刚说到的哈，将银行账户中的一部分储蓄增加额外的保障。第二步就是 check 检查，跟您相信任的人呢查询呢此事，千万呢不要向任何人呢透露您的个人信息跟资料，包括 SingPass 密码，包括 CPF 相关的资料，网上的银行和社交媒体账号的资料，还有很多的一次性密码，不要告诉别人。如果有疑问的话，请致电全天候的 Scam Show 援助热线1799查询。第3个步骤就是 tell。是的，我们要提醒我们亲友注意此诈骗的事件，然后举报并封锁可疑的诈骗账户或者是聊天的群组。若能怀疑自己已成为受害者的话，请立即通知银行并报案。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问一下了。对。现场的朋友，问答游戏哈。是的，大家有机会呢得到我们的小小的一个纪念品哦。对，我们要请警官在现场留步，等一下呢给我们的答案做一个确实。好啊。第1道问题，请看。如果您不确定某件事是否为诈骗，应该拨打什么号码进行查证？好的，手都放下，手放下，等我，报告警官。给你选那个最快举手的那一位，OK 哦，最快举手的哦，我数到3，等一下放下，放下，我要数1、2、3，你们才可以放下，全部都放下，警官看哦 ，OK 哦，警官要指认哦，3，选一位，眼明手快，来第2排这位，花那位吗？好，来大姐，请回答我们的答案，什么号码？1799。1799，恭喜！对的，搞了。第2个问题，政府官员绝对不会要求您做什么 ？OK， 他绝对不会要你这个，不会要你这个。OK 啊，我要讲1、2、3了哦。OK， 请准备，手放下，不要偷跑。OK， 偷跑的警官抓去哦。好来，请准备1、2、3，那位大哥吧，蓝色衣服，这位大哥好，请回答我们的答案。眼明手快，会叫我们交钱财给他们。请问，对，答对了吗？就是转账了哈，转账。耶，恭喜！
是我们警察绝对不会叫你转账给他什么黄金啊、什么金条啊，哈，全部都拿出来啊，哈。给你给瑞啊，不给你给瑞，讲啊，你给我这个钱，我可以帮你 set 的，没有这种事 ，OK？ 第三个问题。第3道问题，您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诈骗分子通过数字的方式转出您银行账户中的资金？哎，刚才说有一个什么呢？好，请放下，手放下，什么手放下，手放下 ，OK。1、2、哎，我还没有3呢，你们举起来，要3 ，OK。1、2、3。请问哪一位？那位绿色衣服的大姐后面那位。绿色衣服。冲啊！绿色衣服。山顶的朋友。哎，什么什么 lock？ 这一位吗？这一位吗？好，来，大姐请回答。Money lock。对吗？哇，哎，恭喜你，真的很好就是把你的存款限额，对不对 ？lock 在那边，比如你有10万，你 lock 住8万，啊，只有2万是可以活动的。对，那如果你要解锁的话，亲自就要到银行去了。没错。好的，来最后一个问题。你应该安装什么应用程序来阻止和过滤诈骗电话与短信？有一只可爱的狐狸的。好，请放下您的手。听到1、2、3的时候才可以举，请准备。1、2、3。没有1、2、3，不是，我是说是1、2、3，1、2、3是不算的。全场180的人听到1、2、3华语的啊，不是阿摩呀，来。1、2，他们自己讲。2又1/2，3，哪一位？那位粉红的大姐。哇，来，很好哎，你看。请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哈。来，姐姐。那个 Scam Seal 的那个 logo 那个。对，那个 app 哈，请问是不是 Scam Seal？ 对，正确。恭喜你答对了。OK， 4题完全答对。刚刚呢，我就有跟我们的 Benjamin 哈聊了一下，我就问他说，在警队哈已经担任了多少年的警察？大家知不知道几年？可以看一下他这个 bar， 他这个 bar 是代表性的哦，16年的时间了，真的，谢谢你们，也谢谢所有警队的所有的警察叔叔姐姐们，让我们在新加坡可以说是非常安稳，而且非常安全的一个国家。谢谢你们的付出，谢谢辛苦了。我们再次要感谢我们警官，谢谢你们。好了，阿哥跟阿爸，我们呢有订了这个晚餐，那我跟Benjamin 警官呢，先去book 那个 table 先，你们晚一点再过来哈。OK， 我过来哈。为什么我们要晚一点？我们不可以直接跟你们去吗？等他们商量好，我们晚一点过来，再宣布他们结婚的日子。没有，看他没有的多快。那些记者一直访问他哦，说他有没有女朋友？哎呀，你们不要跟人家讲，其实就是我啦。不要脸！不要这边乱讲，不要脸！这边乱来，警官哦，要尊敬，要尊敬。警官有形象的，全部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没有啊。谢谢你们宝贵的时间。以上言论如果纯属雷同，都是他个人的代表。那这一次也非常的开心哦，我们的警察部队啊，我们的代表能够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讯息，所以划清界限啊，他还是不知道了哈，有没有这个人生的伴侣，就要好好的问他了。今天在场的朋友，经过我们的警官这么详细的解说，如果你还要被骗的话。我你也无法度，我你也无法度。你若是真正搁去用骗，你就真正是空看了啊！卖互人骗啦吼，卖互人骗啦。好，刷落来要介绍一位呢很厉害的这个演出表演者，是我们的一位歌唱导师林俊杰老师带来《对着月亮诉情意》。谢谢我们的警官，谢谢，欢迎林俊杰老师。下午好。会有在电视上看到，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唱歌，好不好？
静的夜里，明月照大地，眼睛有时我想起你，那一段甜蜜，那一段情谊，我依然没有忘记。就在这夜里，我们俩相遇，你说你永远在心底。自从那一天，我俩没再见面，难道这是句谎言？为什么我时刻都痴痴地怀念？为什么我天天都徘徊留恋？为什么我分秒都想见到你一面？静静的夜里，明月照大地，景色依旧，但没有你。诉情意。天天都徘徊留恋，为什么我分秒都想到见你一面？静静的夜里，明月照大地，景色依旧，但没有你。自己对着月亮诉情意。谢谢。好听。欢迎林俊杰老师。哇，平时呢，在我们的四方盒当中，都是老师哈给大家做评价。今天你们做评判，但是那个掌声就听得出来，老师啊真的唱得很好哦。这位小姐 ，Yes。你站这么远干嘛？你们站这么远？你才站这么远干嘛？你才站这么远呢！你站近一点呐！站近一点就站近点，我怕你哦。哎呦，那么高，大力压背，站这么高，你过来，你过来。哎呦，我跟你讲，这个叫做什么？一矮还有一矮矮啦。老师，没有这画面可以看吗？这叫可爱了。老师，你那个上面的空气有比较新鲜吗？这个 hall 的 aircon 很好说，都一样的。哇，我很像旁边的阿大厨嘞。你一直看到人家的头皮，你会不会觉得很烦呢？啊，不会啊，我可以，一定可以看到你的。真的哦啊，你去做那个捷运的时候，会不会头一直去敲到那个拉环呢？用那个头顶住就好了，不用哦。很好嘞，很羡慕嘞，这样高的哦。人又长得帅，又长得高，又好看，又会唱歌，又会教歌，哇，真的，再讲的话，那个帽子都很高很高的。不会啊，确实啊，我们这真的见人说人话的。哦，谢谢。刚刚唱的那首歌很好听哎。哦，刚才那首歌其实我通过那个《黄金年华》这个节目，还有跟很多年长的。你讲话没有礼貌呢？怎么？没有看老师哎？我看不到，不是我不要看。有。我 maximum 没有。我看来看去只看得到他的手掌而已，很难聊天。哎呦，谢谢你嘞！这艺术是。叫你站起来咯。
哎呦，怎么好意思啦？有，压力真侪烟刀会给我看。靠一下，靠一下，可以靠一下哈。靠一下。哎呦，拍谁？等你播吼，你再来追我不？这样感觉有没有？哎呦，原来吸到楼上的空气。180以上的看舞台的感觉是这样的。有没有感受到老师的这个高高在上的感觉？有，我现在终于看到你耳朵了嘞！刚才我才看到你的手掌嘞，还蛮干净的哦。还好不是看到耳屎，而是看到耳朵啊。对。Thank you。哎，没赛啦，你看无礼貌。是吧？应该有老师。哎，蛮无恙我下了。等，老师，等，来，对，老师先。有，不好意思。Only for you。没有，我们这样比较好说话。啊，那早就应该坐住给我们访问你啊！没有，老师坐住跟你站住也是差不多。喂，哪里有人坐着的？是我站着的高度。老师有没有？你这个歌唱生涯那么久了，有没有坐在台上给人家访问过？这样这个比较有点尴尬了。不过没有关系。你看，老师就是有这样的大爱，对不对？对。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歌？哎，不要坐着唱，你要不要坐着唱？不要啦，站着唱啦。不要。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啊，就特别选了，是跟我要刚才是你们评我嘛，我觉得还是我要做回我的工作。等一下这首歌呢，大家一定会唱的。忍不住是不是？人家评你一首而已，你就忍不住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他们唱，而且要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且我说等一下。要有，我今天可能要给他们多一点功课。哎呦，后面那一句哦，等一下我要听到你们会不会渐强？你懂什么叫渐强吗？哇，渐强，你知道吗？就是建兵的弟弟叫渐强。Crescendo。慢慢大声。OK。前面要从小声到大声。要示范怎么唱？你要唱什么歌？我觉得我们来试一下，等一下这首歌大家要唱这个。里个啷，可以不可以？哇，哎，免费教学赚到了，来。OK， 我们来这下，所以要跟着，等我这样子的时候，你们就要跟着唱啊！准备1、2，从小声开始。里个啷。怎么这个不是这个他们不是那个这个有点七月恐怖的。不是你，那你要8月的呀？因为还是要有春天里要有朝气吗？朝气。啷里个啷。早讲嘛！要从小声开始准备。老师，你妈妈那个啷那个，你不要这样比可以吗？怎么了？可以这样就可以。这样哈，不用比，这样从下面这样比上来有点怪怪的。OK。是你自己怪怪吧？都没有人觉得怪怪的。不好意思，我肮脏。OK， 来。 1 2 3 4。啷里个啷。喂，来，一起来唱这首歌曲《春天里》，林俊杰。春天里呀，百花香，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里个啷里个啷，穿过了大街和小巷，为了吃了为了穿，昼夜都要忙。啷里个啷里个啷，没有钱也得吃晚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做那怪模样。啷里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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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啷，英雄不是从天降，生铁就炼也成钢，也成钢。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高山把路挡。啷里个啷里个啷，遇见了一位好姑娘，亲爱的好姑娘，天真的好姑娘，不用悲不用伤，人生好比山战场，身体健气力壮，努力来干一场。身体健气力壮，大家努力干一场。下一遍哦，要到你们那个话筒位过去喽。秋季里来菊花黄，阵阵的微风在迎面吹，吹动了我的破衣裳。穿过了大街和小巷，为了吃了为了穿，昼夜都要忙。里个啷里个啷，没有空调吃晚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做那怪模样。
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成败不是从天降，生铁就炼铁成钢，也成钢。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道上把路挡。遇见了一位好姑娘，亲爱的好姑娘。 谢谢，谢谢林俊杰老师。哇，我们这一期啊，大家有耳福了，对不对？请到2位我们黄金年华的导师，这是第1位。等一下还有1位。好，那么在另外1位出场之前，是谁要唱歌呢？你怎么知道是我呢？啊？ 你怎么知道是我呢？我可能这一期没有唱呢。OK， 上一期有人不是投诉了哈，是建议说广东歌少了一点，所以我的部分我就带来2首广东歌，而且都是大家会唱的。好啊，最简单的廣東歌，第一首是《分飛燕》，係咪啊？識唔識唱啊 ？OK， 一人一句啊。 分啊飛萬里，隔千山，離淚似珠，強忍欲醉仍在眼。我欲訴別離情無限。 又怕情深一朝淡，又浪愛海翻。只望誓盟永存在路間，任馬信你有所難。 只願歡情何太暫，我不會負情害你心灰冷。難捨紛飛冷落，怨恨有幾番？祝福懷疑莫厭煩，你莫教人為你。 拍手，為你自己拍一手。只願歡情何太暫，我不會負情害你心灰冷。 哎呀，難捨紛飛冷落，怨恨有幾
祝福話兒莫厭煩，你莫教人為你。多謝多謝，哇，太好了！我們歡喜來唱歌，就是要這個感覺，好不好？每個人都有唱啊，沒有唱的舉手。我發現大家幾乎都在唱啊，當然有一些人是不懂廣東話的啊，這就不能勉強。接下來這首也是很通俗的歌，偏偏喜歡你。點解要喜歡你呢？唔喜歡你唔得喎，你用咗8蚊買飛入嚟喎，我梗要喜歡你啦。一齊啊！愁緒揮不去，負門散不去。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為何你的嘴裏總是那一句？明白到愛失去，一切都不對。愛已是負累，相愛似受罪。舊日情如醉，此際怕再追。為何我針分秒想着過去？情已失去，恩愛都失去。愛已是負累，相愛似受罪。舊日情如醉，此際怕再追。為何我心分秒想着過去？情已失去，恩愛都失去。情已失去，恩愛都失去。多謝，哇，真係好啊嚇！繼續落嚟咧，我叫嗰個細路女出嚟，李佩芬，睇下佢啲廣東歌使唔使得嚇？嚟，你有沒有講我嘅壞話？你唔好講我嘅壞。你喺歌台20幾年，廣東話都唔識講，有冇搞錯啊你？冇搞錯啦，人冇100%噶嘛，人
有個80%就唔錯噶啦。我兩個合作啊，我兩個係合作，好似合作去詐騙咁。我同你講話就好好啦，好舒服啊。跟住林俊傑講話，好像在看國旗一樣咧。剛才我好似同個竹篙講話咁嚇，你啊，你又係嘅。你同我講廣東話，你講慢啲啊。慢啲，唔好太快啊！我咪講慢啲咯。唱歌啦！阿爸唱歌啦，阿爸。OK， 唱一首。來這首廣東歌曲。世間始終你好。好，我們分2區好不好？這邊的朋友，我說1、2、3、4，你們幫我呼1、2、3、4，呼。Very good。這邊1、2、3、4，哈。1、2、3、4，哈。1、2、3、4，呼。1、2、3、4。All right， 分工合作 ，OK， 我們呢一起來合作一下。1、2、3、4，1、2、3、4。哇，哈好像比較大。1、2、3、4，呼。問世間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處比天高？在世間，只有山比此山更高，但愛心找不到比你好。無因我比你一山高，恩愛天高，千百樣好。俗世中開始變個高，或者處處同途異路。但我知路內心找不到更好。待我心，世界始終你好。好多的廣東歌曲哦，是謝謝大家跟我們一起呢互動，完成了這首歌。對，所以下一期不要投訴了啊。周末呢，有人投訴這個廣東歌太少，是吧？不夠啊。啊，所以下個月還要唱廣東歌啊？下個月我的廣東歌差不多了。下個月換潮州了，潮州有沒有潮州人冇？好冇，下個月能唱潮州歌。好。你可愛可惡啊，我們來可惡啫。啊，我潮州歌 No.1 嘅。哎呀，哎呀。月白花開，我白啊白袂開，我叫啊叫可以開。我是叫你唱白花開，唔是叫你白流量開啦。你這個啊？
老糊涂了。好，接着下来呢，就由我来接过麦克风的棒子，来给大家呢独唱这一首歌曲。原本呢是男女对唱的歌，今天换个方式，由我一个人来给大家诠释这一首《双人枕头》。好，如果你缺人的话，我可以申请。就不委屈你了。带来这首歌曲，香囊的金桃。听过的香囊金桃，我的子孙拢会真正厚。双人枕头若无你，也会孤单。棉被较厚若无你，也会畏寒。你是我，你是我生命的温泉，也是我灵魂的一半。为着你，什么艰苦我嘛不惊；为着你，千金万金我嘛敢拿。谁人会代替你的形影？爱你的心，爱你的心，你敢会知影？谢谢你们的喜欢，我有听到你们的声音。双人枕头若无你，也会孤单。棉被较厚若无你，也会畏寒。你是我，你是我生命的温泉，也是我灵魂的一半。为着你，什么艰苦我嘛不惊；为着你，千金万金我嘛敢拿。谁人会代替你的形影？爱你的心，爱你的心，你敢会知影？真正很感动，听到你的拍拍声，多谢，谢谢。希望这首歌曲有勾起大家许多的回忆。经典歌曲送给你。为着你，什么艰苦我嘛不惊；为着你，千金万金我嘛敢拿。谁人会代替你的形影？爱你的心，爱你的心，你敢会知哇，足感动的一首歌。多谢，谢谢你们的欣赏，非常的爱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所以啊，你要紧啊，妹妹啊，双人枕头，迄个枕头，另外一个枕头爱有人困。啊，一个人困嘛不要紧不啊要。紧啦，那无人吼，
最后拢我收了。啊我专门咧收橄榄骨呢。免委屈你啦，你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就好啊哈。节目的继续，我们呢欢迎到了这一位，哇，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这一位，真的，他是非常有智慧的。在我们黄金年华，他算是一个口齿犀利的一个导师。哇，犀利老师哈，他越犀利，观众就越爱。对，说学逗唱样样精通。来，欢迎方中华老师。我们的 Hello， 自带光芒的方中哇，有请嘞！大家好，切切嘞，福建话。哇，福建给你哦。啊，听到人唱了，我唔敢唱，我福建袂准的，拢都调调音溜溜啊。来，再一次掌声鼓励方中华唱方言歌。手机拿出来给他拍一下。讲到真伤心，分手就莫相找。当作人无爱过，叫我去找别个。伤心的话，伤我也彻底，将人的心寄做两过。一边你收回，一边我无人的。啊，切切的，切切的，一个人过，较好嘛，反省反省。啊，飞飞飞飞，目屎流心肝通过，水水的缘分无头尾，了伤我家己的山盟海誓，变伤心17月，轻轻徘徊，失恋的。来，头壳下该趴落去。啊，谢谢。听有无？无什么调纠音啊哈。在他们两个的福建哦，跟那边翻门都不错。阿嘎阿嘎，我嘛啦，叫调酒歌，莫叫福建歌，阿嘎阿嘎咯。好。讲到真伤心，分手就莫相找。当作人无爱过，叫我去找别个。伤心的话，伤我也彻底，将人的心寄做两过。一边你收回，一边我无人的。啊，切切的，切切的，一个人过，较好嘛，反省反省。啊，飞飞飞飞，目屎流心肝通过，水水的缘分到头尾，了伤我家己的山盟海誓，变伤心17月，轻轻徘徊，失恋的。啊，切切的，切切的，一个人过，较好嘛，反省反省。啊，飞飞飞飞，目屎流心肝通过，水水的缘分无头尾，了伤我家己的山盟海誓，变伤心17月。徘徊，失恋的孤一个。谢谢，好啊，欢喜来唱歌，哇，邀请到方中华老师唱方言歌曲，赞哦！哇，这电视上看不到的哦。对，是欢迎方老师。欢迎三大高手。没，我们真的非常的荣幸哦，再次邀请您回到我们欢喜来唱歌。对，您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反馈里面哈，大家呢最想要赶快再请你回来。哇，谢谢，你的嘴真甜，跟你的衣服一样拼卡了，这样一年，拼1年多没见，你几个月了？没有啊，建斌。
我今天穿孕妇装，你也看得出没？哎，什么孕妇装？各位，你们没有看清楚。如果你们近看的话，你才知道这一件是名牌的哦。设计师款。我在韩国走，这个是 designer piece，OK， 雨衣啊。哇！400多块美金 ，OK， 美金。你是以为我们这边会漏水哈？请河刷河摸。因为他说贵人遭风雨嘛，我来这边我是贵人，对，贵人要穿我们的贵人雨衣这样。是，而且你看很厉害穿搭，你看穿一件雨衣，搭一个 bling bling 的项链，再戴上他眼镜，你看哇，永远就是不老的男神啊！很帅耶，吼。水的吼，免帮俺做物件，无水的帮钱做物件的。哦。别灯做个白面灯，你知道不？哎，不过真的是方老师很给面子。他很少登台的，他是从事教学，真的是好朋友请他，他才会上台。是呀，没有你上来唱，你一定要准备唱得很好，不过大拜讲人唱得不好，你唱得跟他晒。这句话我唔敢讲，把路你也使讲啊。不是啊，背，新歌他的，哎呦，差点看了，放纵我这个破音嘛。哦，所以还是有压力，所以你会觉得说，评审不一定每个都能唱。对，因为你要练的，自练、放电、耗练、操练 ，OK 啦。你会自练、放电、乱练，没多变，只会变的。你请问一下，是哪一位老师比较不会唱？哎呦，很多了，不要讲啊。不过目前4个导师都会唱的啊，你啦，姐姐啦，夏慧老师，廖婉婷老师，对，婉婷也是很能唱。下次请他来跟我一起合唱《凉凉》啦。啊，我们是凉凉的，张谁啊？张碧晨跟杨宗纬。哦，你们是凉啊？还凉。然后都哇，我们去唱外面唱的时候，我们说哇，新加坡有唱到这样好的没有？哎呦，他别臭臭。我跟你讲哈，卡辣的是吧？配分甲好无甜，人唱了上好的。哦，你人比人食辣了。我想讲听你讲福建话咧，这么巴地的 feel 咧，这么巴地的 feel。你的福建话，你这个讲话吼，你是去遗传到什么人？是你的爸爸是妈妈？我妈妈啦，我妈妈偌强的，打着就会茫大，真强的。你妈妈几岁？98岁。哦。我妈妈个把那个做验明的。啊，你转移去做命啊？啊，去点名，那个医生说，哇，安迪会痛吗？会痛吗？不痛，我不怕痛，我最怕不美。你听有懂无？我袂惊，袂特别听，我惊袂硬。这么可爱吧，妈妈？可能你嘎拍，我嘎硬 ，win 是就会生啊 ，win 啊，真可爱。你要不要下一次下一次吼？你要不要带方妈妈来上我们的节目啊？系啊。我妈妈老，我是卖唱歌，我唱歌比你好。我老母嘛是师兄，你快讲诶。我妈妈戴帽子，每天是戴帽子，要戴眼镜，然后戴假发，然后她现在不要给她假发就不用讲没有，她就是说戴假发，她戴帽子才看不出她戴假发，就好像真发这样有刘海这样哈。哇，每次要推她的时候就要等一下等者，我拍我的手来看。OK， 惊，注意哈，不是家老来看，不是家老一点。对的，几开，我拢总爱。买东西啊，做完脸他就去 shopping 给人家看他的脸，人家就说：“阿弟咧几岁？这个新经验 ，boy， 拢总 boy。”哦，安尼后摆若是看到方妈妈，你就爱讲伊真水啊，就买拢总买啦，规斤拢包起来啊。boy，几个呀 ，boy 隔壁啦，个查某真硬吼。boy， 应该帮 boy， 隔壁帮 boy， 妈妈路就白粽咩？boy， 十粒给 boy。真好，这样呢才可以帮助到别人养家糊口啦。妈妈也是佛心来着。因为母子情深啊，经常听他讲妈妈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应了一首歌的歌名，叫搀扶。对，就要互相陪伴。对，是互相陪伴。对，要有孝顺妈妈的心，才有那种灵性。像我们这样哦，那么有灵性，你也是很孝顺妈妈嘛？你看，我也妈妈是真长会想哦。95妈妈95，就是。你看她的样子的灵性很强，也是长不大这样，你看很可爱的。
他不是长不大，他是不长大。我是晚上会大一点。谁知道 ？Who knows？那现在我们就马上来听我们方老师带来这首歌曲《搀扶》，掌声！谢谢。大家可以一起唱哦。搀扶，管他天多长地不久。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另外一个时空在相守。多年前，我牵着你的手，来一起。从此后，我们风雨同路走。下雨了，我为你撑伞。哇，有赖。衣服破了，你帮我缝上。一转眼，谢谢，就过了许多年。我的脸布满了沧桑。handphone 的赖给我，你的眼被皱纹写满，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搀扶你的手到永久，相约今生会一起走。记一生我们还没爱够，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搀扶，管他天不长地不久，哇，人越来越多。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另外一个时空才相守。哇，谢谢，星光灿烂，闪闪的，你的光照亮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谢谢。一转眼就过了许多年，我的脸铺满了沧桑。哇，下面很好听。你的眼被皱纹写满，耶，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搀扶你的手到永久，相约今生会一起走。记一生我们还没爱够，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很漂亮，安抚，管他天不长地不久。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另外一个时空在相守。搀扶你的手到永久。对，这样。耶，很好听。趁我们还没爱够，葬在一个山头。
搀扶，管他天不长地不久。来嘞，别哭，因为有我把你守。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来喽，另外一个时空在相守。最后，另外一个时空在相守。哇，观众的灯跟声音最好的，最有温暖。谢谢方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太合唱了，谢谢，谢谢方聪文老师带来精彩的歌曲。是你们开心吗？喜欢今天的节目吗？谢谢你们给我们的肯定，有开心哦，很重要哦，因为最重要是大家要开心。因为待会儿呢还要呼吁大家帮我们做个反馈，反馈很简单，仍然呢是有 ice cream tea 要送给你们，然后投进箱子就可以了。几道简单的问题，会问你们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你们的年龄层65岁以上还是64岁以下，对我们节目的满意度，拜托全部给我们5颗星。大家是不是第一次来到参加我们的艺术跟文化的活动？你是不是使用文化通行证购买这一次的演出的门票？再来，你应该会使用文化通行证继续的购买在 SCCC 和其他场地主办的艺术和文化活动。用完了文化通行证之后，你会继续参加艺术跟文化活动。好，下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刚刚我们在短剧中分享的防诈骗讯息对你来说有用吗？然后你会不会跟朋友分享防诈骗的讯息？如果在不确定是否是诈骗的情况下，你是否知道你可以拨打全天候24小时的 Scam Show 援助热线1799？知道还是不知道 ？OK。好，那么下一场的演出是6月24号中午12点半跟下午4点。那么今天就可以开始买7月场的票了。谢谢。看一下我们下一个月的表演嘉宾，这是我们的海报。6月24号的哈。是6月份的主题是我爱夏天，有我们陈凯琴、陈宝英、张宝英、郑巧儿、黄怡文。另外呢，中心年度盛会华彩也正在进行当中，有一系列的演出和展览，大家不要错过。哎，大家看看这部音乐剧，有我的照片，就由我自己来介绍吧。有我浩浩以及963好 FM、UFM1003的 DJ 们，以及我们很多的专业的剧场演员带来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演出日期呢是在6月5号、6月6号、6月7号，票价是38元跟58元，也可以用我们文化通行证来购买。有兴趣的朋友，马上可以到我们的柜台来询问。另外，在7楼，现在我们人在8楼的地方啊，所以在7楼有多功能的礼堂，它将摇身一变成为展览厅。以呢季风之下为主题，展示了来自本地多位艺术家的72幅作品。让我跟你说，很容易的，等一下你们走出去，做完 feedback 之后，直接搭 escalator 到7楼，你肯定会被眼前的作品跟呈现方式所吸引，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好，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要合唱一首歌曲献给大家，叫《宝贝对不起》。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了6月份我们要再见哦，以及这是我们华彩系列节目。是的，还有到7楼去看看呢。怕你多情，怕你多情，怕我不忍心。雨下不停，雨下不停，心情也不定。1000多玫瑰给你，要你好好爱自己。
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蹉跎，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感慨，心中青春永远存在。每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尽显自己主宰，每个音符星火在放，欢喜来唱歌，快乐无限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蹉跎，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长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旧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